听说即将出世的是一位皇子，但是我祈祷出世的是公主，这是为了你和你的孩子着想。就算把石头丢在河里还有个响声，你倒像锯了嘴的葫芦，真是个沉闷的女人。真不知当初陛下看上了你哪一点，会跟你在一起。不过你还能得意多久呢？别忘了，你肚子里的可是个孽种。狐狸的尾巴想藏也藏不住了。原来在后宫散播谣言的就是你。丫头，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人看见了怎么办？哎，你每天装模作样的不累啊？我这个在旁边看的人都累了。你说，我要是能像这石榴一样该多好！它满肚子种子，可我这肚子里一颗都没有，马上就要生了，真是急死我了。你当初假装怀孕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啊？真是自作自受！你不帮我想办法，老数了我有什么用？你看潘婕妤的肚子，像个随时都会破壳的鸡蛋一样，里面要是钻出个公的来，咱们就全完了。你以为出宫找个孩子那么容易啊？又不能随便抓一个来凑数，既要长得像皇帝，还要父母舍得出手，还要是最近出生的，哪有那么正好的？再说，我掩人耳目偷偷出宫的次数也不能太频繁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该怎么办啊？火都要烧到眉毛了，你却告诉我没有水救火。好了好了，这事急也没有用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再耐心等等吧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会找到合适的孩子。总之不能让那姓班的女人骑到我们头上。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婆婆又病得厉害，要不然我说什么也舍不得卖孩子呀。是个漂亮的男孩，你看。这孩子我要了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10天后会有人来接他，到时候还会给你另一半钱。宫里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？赵飞燕那个死丫头倒是越来越能折腾了。我早就觉得她怀孕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是假的。她想从民间弄个男婴送到宫里面去。她竟然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你应该击穿她，让她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揭穿他对我的大计有什么好处？还不如留着他，或许对我还能有点用。太后，难道你真的要让他弄个假太子出来吗？当然不会。能继承皇位的只有姑的心儿。姑想叫他明白，什么叫做枉
费心机。姐姐，工人们都走了吗？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那里怎么样了？今晚孩子能顺利进来吗？北区的喂食都已经打点好了，3更之后，我派出去的产婆就会把孩子带进来。可是夜深人静的，万一孩子哭起来怎么办啊？这点我早就想好了，让太医开了点安神的药给孩子喂下，这一路上他就会睡得太太平平的。你说太后会不会起疑心啊？别的嫔妃生孩子都大张旗鼓的，而我们却偃旗息鼓，她会不会猜到孩子是假的？半夜里突然生产并不奇怪。我们已经瞒了10个月了，只要度过这最后一关，将来的天下就是咱们的了。姐姐别慌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别着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天都快亮了，磨磨蹭蹭的真是没用。孩子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孩子怎么死了？快把它拿出去埋了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，也别让任何人看见。是。姐姐别再伤心了，还是想办法应付眼前的麻烦吧。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丁桃那个老太婆，她是个刽子手，她是个疯子，我要去告她，让她给孩子偿命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还不明白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。这场仗从一开始我们就输了，既然输了就该认输，再这么闹下去只会两败俱伤。难道我们就这样任她宰割？我们就这样做他一辈子的傀儡？他越来越丧心病狂，如果不反抗的话，我们迟早都会死在他的手里的。我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但如今不是时候，我们要先抓住他的把柄，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。像他这种蛇蝎心肠的人，会有什么把柄？会有的，是人就会有弱点，只是需要时间把它找出来。不，你放心，我们还是有胜算的。我怎么跟陛下交代？怎么跟皇太后交代？我怎么在皇宫里立足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，好好调养身体吧。陛下，你会怪罪臣妾吗？失去孩子，又不是你的错，朕不会怪你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那臣妾以后还有机会吗？打碎的花瓶是没有办法还原的，你应该明白。今后你仍然是皇后，但不要再奢求别的了。
陛下。在听到赵皇后流产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没有一丝的不忍和怜悯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那个时候我对生命极其漠视，我关注更多的是皇权的继承。赵皇后长乐未央，退下吧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敢私自闯入皇宫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连个婴儿你都不放过。他是我唯一的指望，你是魔鬼！闹够了没有？你进来，帮我劝劝你这个无知的姐姐。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？难道你忘了他是怎么害我们的吗？如今想要保住我们拥有的一切，就只能跟傅太后联手。他已经答应不再算计我们了。你相信他？他只会把我们往绝路上推。你错了，我们3个在同一条船上，要面对的也是同样的敌人。不管从前有什么恩恩怨怨，都应该一笔勾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只会一次又一次的陷害我们。用你那缺乏智慧的脑子好好想想吧。只要班婕妤的儿子一出生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不复存在。事到如今，只有斩草除根，才能永享太平。姐姐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。难道你真的要像他一样，去杀一个无辜的婴儿？谁挡我们的路，就除掉谁。爱妃为何行如此大礼呢？臣妾想求陛下一件事情，请陛下无论如何都要答应我。这里只有你和我2个人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？干嘛要用宫里的那套繁文缛节呢？你说吧，只要是你的请求，朕一概答应。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遣送我和姐姐出宫，永远都不得回来。这是什么胡话？为什么要朕这么做？你明知道朕不能没有你，怎么还会说出这样的请求？如果臣妾还有一丁点办法，也舍不得和陛下分开。你记得吗？我曾问过你，要是我永远不能给你生儿子，你会怎么办？这2件事有什么关联呢？其实早在1年前，他已经为臣妾诊断，说我永远都不能生孩子。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想到这一生都无法为心爱的男人延续血脉，我就觉得自己生不如死。所以那时在为姐姐求情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怀了必死之心的。何德，
如果朕早知道这件事，就绝对不会对你说想要孩子的话了。心里埋着流血的伤口，却要每天对朕展露笑脸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。朕答应你，今后绝不会让你再流泪了，相信朕。陛下，姐姐已经流产了，我也没有孩子，半截鱼的孩子马上就要降生了。陛下，你一定会在皇太后的逼迫下，宣布立他为太子。将来一旦陛下有什么闪失，我们就失去了保护，等待我们姐妹的只会是万劫不复的地狱。如果陛下对臣妾还有怜爱之心，为了避免这种下场，求陛下尽早的送我和姐姐出宫，躲避灾难，求陛下了。朕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如果你真的担心将来，朕可以把班婕妤将要生下的孩子要过来，以你姐姐的名义收为嫡子，记名中宫，由你们姐妹来抚养。就算朕将来不得不立他为太子，你们也不会有后顾之忧了。不，陛下，难道你还不了解你的母亲吗？如果我们把孩子抢过来抚养，她会坐视不理吗？到时候不仅不会如愿，说不定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更何况过继来的孩子长大之后，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肯定会认自己的母亲做太后。到时候我们姐妹又该如何自处呢？朕明白母后的强硬，但毕竟朕才是皇上。真是这样吗？你不想想，你有多少次屈服在太后的威严之下？她和她身后那股强大的势力，是皇上你一个人能够抵抗的吗？陛下，我能明白你心里的矛盾。如果你摆脱不了太后的控制，就请你放我们姐妹一条生路吧。不，朕不让你走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你曾经答应过朕，要永远陪着朕的。如果陛下真的不想放弃我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能帮我们。什么办法？圣旨到！皇上不亲自来看望阿田，颁什么圣旨啊？皇上政务缠身，不能亲自前来探视，所以想把皇子接过去看看。这么做太费周章了吧？皇子就在这里，他想看随时来看啊，抱来抱去干什么？不好了，简云夫人晕过去了。夫人，快传太医！夫人，快！回太后，微臣领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你必须要救活他。是。
看看孩子，我怕我赶不到他，就已经挨不住了。不许你说这样的傻话，阿田，你一定要熬住啊，听到吗？有朝一日你要亲眼看着你的儿子登上皇位，做个好皇帝。你是他的母亲，谁也不能代替你照顾你自己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请让我看看他好吗？快，把皇子抱过来。殿下，阿田，孩子刚才让皇上派人接走了，他想亲眼看看自己的骨肉。皇上为什么不自己来呢？皇上操劳政务，还想着要看孩子，你看他多在乎你们。好好的歇一歇吧，把一切都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孩子到底哪儿去了？谁也没看到，但刚才来传圣旨的那个患者不见了，恐怕是他带走了皇子。可是能把皇子带到哪儿去呢？会不会是赵氏姐妹派来的？他们两个应该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吧？我去一趟宣誓殿，阿田就交给你了。是。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？陛下，你认为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这样做虽然很残忍，却是眼下唯一能够摆脱困境的办法。何况，除掉一个孽种，对你对汉室江山都是最明智的保护。谁说那孩子是孽种？那是朕的骨肉。陛下，臣妾知道你心里很矛盾，可是如果留下这个孽种，你的尊严何在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行，不能伤害这孩子，把他给我！你不要阻拦我！如果不下手除掉他，王姐妹早晚会死在他手上。难道你希望死的是我吗？你这个孽种，不许哭，不许哭！何德，何德！朕命令你放手！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？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？
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陛下，你下不了手，我再帮你一把。如果陛下认为臣妾做错了，就马上处死我吧。你马上回朝阳殿去，今夜发生的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快走！如果我们后来看到你，就糟了。那你怎么办？快走！孩子呢？你把孩子弄哪儿去了？孩子是怎么死的？大概是他的身体太弱了，刚送来的时候脸色就不对，朕才抱了没一会儿，他就喘息困难，然后就……住口！你还敢撒谎！孩子的脖子上明明有被掐死的淤痕，是谁下此毒手？说！母后一定要听朕话。我想知道真相。是我把他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把他杀了，因为他是个身份不明的孽种，没有权利活在世上。你打我！当我是太子的时候，你打过我。可如今朕当了皇帝，就算你是母亲，也没有权利打一个皇帝。打的就是你这个逆子！我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！他是孽种，他是孽种！朕
处死他是他罪有应得。这么柔弱的婴儿有什么罪？费尽九死一生力气生下他的母亲又有什么罪？有罪的绝不是他们，而是那些在暗地里散播仇恨和谗言的人。说，是谁说阿田和淳于长有染的？是不是孩子也是他们下手杀的？是赵飞燕还是赵合德？母后别再胡乱猜测了，此事都是儿臣一言所为，母后要怪罪，就怪罪朕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包庇他们。母后，我承认自己的手段太残忍，为此我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儿臣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。求求母后，把这件事烂在心里头，跟谁都不要说。这不仅是为了保住儿臣的颜面，更是为了大汉江山的稳固。如果天下人知道堂堂天子对一个婴儿下毒手，人心会大乱的。求求你母后，就当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浩儿，从前我道你是秉性懦弱，才会被女人哄得昏头昏脑。今天你让我彻底认清了你的愚蠢，你根本不配做皇帝。母后。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？害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今怕也已经晚了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不像你那么冷血，短短几日接连杀死2个无辜的婴儿，还能若无其事？哼，他们又不是我亲手杀的。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们会活得好好的。姑悄悄入宫，已经对你一再忍让。姑想做的事还轮不到你管，你只要闭上嘴，在一旁老老实实的看着就行了。你以为我还会俯首帖耳的做你的傀儡吗？休想！你以为你能够蒙蔽所有人，得到一切吗？我迟早会叫你付出代价的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到太后那儿去揭发我吗？难道你到今天还不明白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？失去了皇帝的宠爱，也就失去了唯一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。你仔细看看你自己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自命不凡呢？美貌、青春，还是灵巧的舌头？我告诉你，你除了一颗染满尘埃的心和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惶恐之外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凭什么跟我作对？太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是你那位聪明乖巧可爱的姐姐有些事想不通，我在帮她指点迷津呢。
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皇帝有没有起疑心啊？我是当着皇帝的面下的手，没有隐瞒他。虎毒不食子，看来这话是说错了。难道是老虎的眼睛瞎了？就是自己的孩子，也照样会咬死。这天底下，还真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？既然事情已经办成了，姑也不便久留了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件事情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，这也是为你们自己的小命着想。迟早有一天，姑还会回来的。哼！没想到，你也彻底沦为了他那样的魔鬼。正是你眼前的魔鬼几次三番的救了你，让你不至于变成个死人。在这地狱一样的永巷，唯有魔鬼才能生存。谁？你是谁？没有朕的传召，你来干什么？陛下，臣妾是想来看看孩子。从他生下来到现在，臣妾还没有见过他呢。他长得是不是很像你？臣妾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孩子不见了，只剩下一滩鲜血。陛下，母子心连心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来打扰您的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会原谅我？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啊！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会让我见孩子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让我见孩子一眼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陛下，我求求你，别这样，我求求你，别再磕头了，求求你，孩子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孩子到底怎么了？孩子送来没多久，就夭折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是朕杀了他。你杀了他？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如果不是你教朕失望在心，朕也不至于这样绝情。这一切都应该怪你。从你跟淳于长通奸的那一刻起，就应该想到今天的后果。你笑什么？我笑，你笑我
居然会爱上你这样一个瞎子！不仅眼睛瞎了，连你的良心也瞎了。是你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我竟然会把他交给你这样一个野兽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如果你胆敢刺杀朕，不仅你的父亲和兄长死罪难逃，连你整个家族都会灭亡。